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13，箴言13章20節安尼講：甲智慧的人三角行，會成做智慧；甲愚妄的人做伴，會受損傷。三角來祈禱，伊愛阮甲智慧的人三角行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創造天地萬物、掌管世上萬有的主宰。主啊，你是賜福的源頭，恩典的泉源，智慧的開端。你用你的智慧創造宇宙，用你的帶領掌管一切。主啊！你的奇妙，無人通測度；你的偉大，超越人的思想甲想象。主啊，求你幫助阮，互阮通找到信仰的同伴。做伙伫屬靈的生命頂面來追求，掠人捌你最遠的要緊，因為阮知影一切智慧攏是出自你，一切聰明攏是你所想事。主啊，阮要甲智慧的人三角行，才會通成做智慧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